大家早，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二。美国各大指数经过2天的不错的上升以后呢，今天就变动不大，各有升跌。就先讲昨天呢算是第二天上涨的所有指数，道琼斯最后是涨了203点，涨0.44%。S&P 涨102点，涨1.55%；Nasdaq 涨599点呢，涨得比较厉害2.69%；Russell 2000小型股都是涨45点，涨1.89%。来到今天呢，开盘大概2个小时就说了各有升跌。道琼斯呢就最差的时候是跌了107点不多，最好的时候呢是涨407点。现在呢还是可以涨了大概300多点，四个指数呢就各有升跌，其中呢就科技股就 Nasdaq 就昨天涨得厉害，今天呢就比较落后，但是都不是很差，只是掉了大概0.2%。今天呢就有一些经济数据出来，首先呢就是这个因为我的先前这个政府这个非农就业报告还没有出来嘛，现在呢大家会关注这个 ADP 私人机构的今天星期二的就业报告。过去4个礼拜的话呢，私人公司新增的就业人数是平均每一个星期减少13500人，算是呢连续4个礼拜呢都是负的增长的。然后比较先前一个星期的话呢，是每一个星期都减少2500人，明显呢是扩大的。所以显示呢，这个劳动市场呢，就是再度出现呢转弱的这个现象。政府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呢，有消息主呢就指出起码要等到12月份呢才会公报的啦。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直都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都是延后到12月18号才会公报，就是先前政府停摆的原因。现在呢，估计呢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呢，10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重新出现负增长，就是减少的。同一时间呢，最近很多的联储局的官员呢都表态支持进一步的降息，所以呢就虽然现在没有其他很重要的数据，但是呢这个现在投资者在这个利率期货市场反映12月10号联储局开会，现在减利率的可能性呢这几天一直上涨，现在呢已经达到82%呢是可以减0.25的。然后呢，今天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数据出来，就是我们这个9月份的零售销售的数据是商务部公报的。9月份呢只是些许增加0.2%不多，然后比市场预期的0.4呢为低的，也比8月份的这0.6的增幅呢都低。所以这个数据呢，是因为政府停摆了，所以延后很久才公报。然后呢，今天有另外一个数字，就是这个9月份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就是从生产者角度来看，这个通货膨胀的数据是约增0.3%，是最主要的受到这个能源跟这个食品这个价格的推升的。所以这些消息公布以后呢，这个10年公债利率今天呢就继续下跌。今天呢现在是报4.008，再跌0.03。商品方面呢，就黄金呢就些许变动4137块1毛1，些许跌0.05。这几天呢，就是在这个4100这个水平左右徘徊。最近呢，这高点呢，就是上一个月的时候呢，曾经做到最高是4378块钱这个历史新高，4381这个历史新高。油价呢就大幅下跌 ，WTI 原油57块7毛1，跌1.92%。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已经同意
這個修訂之後，這個和平協議，所以就變成就舒緩這個石油供應的這個緊張的狀況。Google 今天漲得不錯，GOOGL 324.46塊，漲1.85%，因為呢，它最近推出這些新的 AI 的晶片呢，有可能呢越來越可能跟 NVIDIA 呢一較高下。最近呢傳出來Meta 有可能考慮在這個 data center 裏面用 Google 這個晶片的。好了，今天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